开哟！欢迎大超花爱大家来共鸣，俺不也村民太妃来到桃园市桃园县啦吼，马上升级到桃园市的桃园县杨梅市水源里嘅仓屋土东堂嘅永明地吼，那间老货房咧，亲有派头啊吼，今日呢头摆都认为。热地方开建像有公职的昌泰母公下嘅子孙来所起嘅吼，佢再看到佢结合嘅闽南边使用嘅建筑吼，佢亲有特殊嘅种嘅特色吼，都亲到客家种老货房屋里边度呢，佢有亲特殊嘅部分吼。唔过咧，按讲嘅老货房屋都先让半夜处理嘅时间呢，才点嘅本土地开发商吼，拆体柜台班啦吼，主要係因为咧昌泰母公下，或有五太房子孙，有三太房呢，然後咧土地买提起。哈，但是呢件事情本到你地方上民众知道以后呢，地方上民众啦，并那种社会公民团体，韩国政府部门文化局呢，是积极来发起运动来抢救下来，到成立729，也就会拆退以前3日哈，用种个签听古迹的方式来留存下来，争取到半年的时间，那半年来向地主、韩国的文化局、韩国的建商3方面来打合，有办法留咧按有珍贵文化资产，加出咧永明地保留存下来嘛。假使咧冇都办法到了半年期间，讨论出来结果的时间呢，都延长半年，争取到是总下有1年的时间来讨论啦哈。但是像样嘢老屋嘅老开发的压力嘅冲突嘅矛盾的问题呢，都台湾唔单止永明地读到天天哈，非常非常多老屋嘅都面临样嘅问题，按不也村民太妃一并来讨论。马上欢迎收嘅现场来宾，第一个呢係你来自桃园县嘅立法委员观音来嘅廖正健廖委员好。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沙地本少介係你永梅市嘅太市長哈，潘巡撫潘市長你好。大家好。好，沙地委員介紹第3個來賓係你有名嘅作家哈，客家小作家張典範張小姐。大家好。大家好，好，感謝典範。再來係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企業並社會發展行嘅講師黃慶生黃老師你好。大家好，我係黃慶生。俺雖然名行業啊，真係客家文化，尤其是詩禮傳家、勤耕予讀，什麼意？大家。好，黃老師佢到台中市搶救呢個周安客嘅黃清光先生所留下來嘅水神堂哈，瑞神堂就是我們黃老師搶救下來的哈，來對堂給經驗分享。再來是我們這個鄉土導覽講師姚其中姚老師你好。大家好。好，謝謝。講到呢種嘅土東堂咧，土東堂一般你想唱嘅唱往到陰陽堂哈、陰陽堂啦哈，做乜嘅咧？昌泰武功下嘅種嘅唱往到土東堂啦哈，那土東堂總共8間啦哈，其中佢咪6樣2間，差點被拆睇到永明地啦哈。到底咧唱屋到地方上開發歷史係樣版型，韓國咧永明地嘅歷史價值又係樣版型嚟上升等等，新聞記者鏡頭帶人嚟了解一下。元旦喺8月初2就會拆退咧增加嘅老屋土東堂永明地，總算係國家彈票，韓國桃園縣文化局落下來，用簽聽古蹟嘅名義留下來嘅。永明地吼，長期做暫定古蹟啦，吼，是利用了6個月吼嘅時間，大家嚟參詳，可能用萬人頭先送讓嘅兩個方向。簽聽古蹟嘅保存期限，但將半年到1年嘅時間，土東堂愛拆也係愛留，到也下韓無人地。前多年聽到嘅消息，農對各地趕緊來參觀日出，保存完整，融合中式建築美感嘅客家體驗。我從中壢來，因為現在這種房子越來越少了。就像現在大陸當初把那些老胡同拆掉，其實他們都已經在後悔。那台灣再不保留這些東西的話，我們就沒有自己的東西了。你客家太人咯，簽牌上你客要用啲錢嚟起哦，也冇咁簡單咯。所以我希望嗬，像行政院啊、科委會嗬，大家嚟出力量嚟留意保留下來。
等等都市的变迁，因为新的建案无就系为了开路，历史建筑时常要面对的就是拆唔拆的问题。睇杨梅市除睇土东堂的用面地要拆，还有咧可能系土东堂唯二的松堂屋，无就系杨梅吴秀才李尚君的老屋，嘛有可能为了开路而拆拆。那政府要开，咩无奈哦？俺说上两条路，我们做个李总讲啊，一点效益都没有，而且斜坡，而且又8米路，将来一开的时候，两边又停了车子，按那边转弯又是一个死角。吴秀才的东西就是真难得的啦，真难得的啦。哦，唔系见到为说是有啦，哦，唔系达乡镇是有啦。喺对了方面去思考，当然佢嘅公堂一专业全部会调摆，所以留起来有它的价值啦。你讲如何开，佢唔是开咩无相干。土东堂韩国吴秀才嘅老屋，3個92年嘅天灾，實看唔贏時代嘅變遷。為了傳承文化，政府當初建嘅提起文物館，3年才也係限材嘅歷史建築，一個轉轍。喺仲有一年，我哋後代子孫要10年頭嘅時間，搶做得睇獅子對地保起前，無有無字嘅總價。看下新闻样片，先来了解下，都在了解土东堂的事件，其实样板型来开始，样板型来保留下来的哈。所以看到是年菜8月初2哈，所以来拆台的，但是到7月17的时间呢，有人发现桃园在地艺文联盟哈，艺文阵线，桃园的艺文阵线嘅人是发现讲，都无会拆台了，夹记得到7月18的时间是去老文化局来申请讲，去做历史建筑。都马上文化局是排人来审查场刊，到7月29的时间呢，文化局是来列做去签听古迹哈。其实签听古迹是准做古迹的啦哈，故说了哈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老你建商啦，甚至你个提出来大合哈，可以把你来留存下来。再来看到是，你看用面地用签听古迹的方式留存下来，佢引用的是文化资产法第17条啦部分哈。佢主要是进入审查尝试以后呢，是按照签听古迹。那签听古迹的期间呢，其实视同古迹，然后古迹係共用的法律的身份 TV 啊哈。所以那审查期间係6年做遗憾啦哈，毕业时间都延长100哈。期满呢。清场是1年的时间来做好两件事情了哈，像看睇了新闻事件，睇睇事件的构成，并且作为文执法第17条的概要以后，我想先请教一下，在17号那一天去地案申请的蓝博汉蓝同学，您目前对于这现阶段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成果满意吗？目前当然是很满意啦，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是，那你为什么觉得玉民邸应该要被留存下来？你又不是当地人，你也不是郑家后代子孙，为什么你觉得这间老房子跟年轻的你之间会有重大的连结？你觉得它需要被保留下来？本身我就有在做一些那个文化建物的一些研究啊，然后就是我纯粹就是以那个建筑的观点来切入这个事件，因为我觉得这么美的古厝，而且还是中西合并这样的形式，在桃园或者在台湾都是到现在以现在来讲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认为说它不应该被拆除或者是部分拆除。所以它的稀有跟不可回复性是很重要的。对，好，谢谢蓝同学。那接着我想请教我们的姚其中姚老师，您在7月27号，其实就是在公告为暂定古迹之前，您就带导览来这边跟很多人解说。那陆续从7月27号到现在，你应该带过很多场导览了，这么多，从网络上也好，或者是从报纸新闻上也好，来到玉民邸听你导览的人，他们对这个老房子有什么样的看法、赞叹？经过80多年的岁月的沧桑洗礼啊，它目前的屋况还是非常的好啊。还有呢彩绘，还有这个泥塑，尤其是卷帘啊，那令人叹人观止啊。在两边横屋还有正堂的部分的屋顶的部分啊，都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它那个年代是昭和2年盖的，那个年代是台湾一个非常富庶繁荣的时代，而且产生很多本土的匠师啊，它可以说是
在日本统治台湾50年里面哈，台湾本土将之做了一个最精彩的演出啊，所以我把这个跟大家分享啊，所有参观的人都叹为观止。那我想请教黄老师，那您在台中抢救了这么多的历史建筑老房子，可以告诉我们吗？现在玉明里它已经取得这个法律上的身份，叫做暂定古迹，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吗？还是说，在台中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取得暂定古迹可能是危机的开始？也确实是。讲到危机，就想起来3年前在台中市一个都市计划区域里面，是属于地主自己组成的自办重划会。结果在9月9号已经审议通过为正式的古迹了哦。结果自办重划会马是客家人东市的客家人组成的，结果呢他偏偏就不认同啊，这个土埆厝怎么可以当做古迹呢？所以9月20号那一天，他就找那个开怪手的，半夜月黑风高，半夜时间就把最精彩的部分咔嚓咔嚓咔嚓砍下来了。可是已经是不管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你破坏者就触犯了刑法，最少要判这个5年5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要罚款，罚最少20万、100万以下的罚款。可是这个罚款，这个并没有办法去阻止一些有心人，所以最后呢，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又对台中市产生有一些改变、一些冲突。说怎么样来防范古迹被人为因素所破坏？这一点，我觉得道东堂虽然也被同意为暂定古迹，1年当中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很担心的，万一这个地方常常又没什么人，万一有心者想要去破坏的话，它还是会存在一个危险性。东头我看到睇下你。老师讲的是瑞成堂嘛，哈，你看，你8月9月9號然後市定古蹟哦，9月20日是不是已經拆壞體去哈？你下雖然講判刑2年，要罰5400萬的維修費用哈，拆壞體已經來批准去哈。從了特別8月份有發現的哈，8月初日才去會勘，8月2號大早5點鐘拆牆哈。完全冇留下來，所以你下你玉明地可能有面臨相同的危險哦。你施工所有加強保護嗎？自從8月2號暫定為古蹟以後呢，你突然染裝下令啦，吳志陽下令呢，你個警察局長就認為轄區一個派出所呢，不定時的這邊巡邏，為了保護這個遺產呢。當然盡全力去做，然後立法委員廖錦江信上，你想辦法很美去歐北找一些錢請他買下來，然後以這個建築法能夠容積移轉的方式呢，來捐贈給你個政府。我想建築界全台灣都簡單，出了2-3億都賣了，算得很小事啦。一個人做唔得，2個人來做。2個人做唔得，3個人要做，4、5個跳高都買了地土地，真簡單。那建商買了之後，捐贈本政府，佢買嘅錢喺度節稅，錯冇？節稅，韓國轉容積移轉。轉容積移轉，從哪度錢哈？錯，唔會錯。你可能有辦法啦。咁講，我想請教喺電話，是講其實你都臉書當波有親透過親代方式，要上新聞上報紙。然後讓媒體傳揚出去啦哈，其中伊講到一句話是講，你嘅政府今年4台前去門內館，你今年去嘅青島客家文物館哈，新去嘅非常多，大家都加錢翻去了以後，無力去經營變咗門內館，啥無了用心，你都真嘅有歷史嘅有感情嘅，然後人然後土地有感情嘅有連結嘅文化資產，你因為有人感嘆。看到嘛？我想，你客家鄉親哈，大家人都有高利嘅稅金本政府，你政府嘅客家委員會，我實在想對你嘅土統同玉明地哈，到底做了乜嘅事情？其實大家看到提拔做出來嘅來
拜托讲接受澄清，来讲签订古迹咧，係桃園縣嘅文化區。其實嘅客委會，桃園縣嘅客家事務局從那邊咯，唔係只有攀白嘅法通在很多客家委員會要做嘅事情。按講嘅位數，桃園縣按到嘅客家嘅落戶嘅，全部在啊，有做過調查冇？提個澳門也拜托立法委員，把你嘅立法委員，講拜托民眾嘅澄清，也拜託帶本嘅客委會，因為我以前啲客委會做過事情，上過班，我啲文教處工作，我啲完全撥一部分嘅錢，撥呢個職工，然後用冇，剛剛看到按度嘅鄉親，按有心，中國嘅散工班，按度嘅老師，按度嘅退休嘅人員，都做得來多職工做調查嘛，呢度錢也唔會。我想100萬都唔是啊，就做得輕講，做唔到。再來看客委會，再來看其他位數。我同大家講，客委會啲同樂起建的太樓啊，叫客家大院20人億的。我同大家講，呢間屋嘅買本建商3億都冇多，撥出一部分來整修、來拯救呢個院，啲安講嘅屋嘅都有用到。再來講花蓮。花蓮愛起一隻鹽樓，問大家，太樓嘅鹽樓，就攞台灣做乜嘅？你聽知道嘅鹽樓同你當到嘅老人家都啲，按樣嘅屋嘅，就係嘅台灣嘅客家式嘅屋嘅，唔係嗰隻鹽樓。再來講苗栗，再來講台中，咩我起一隻13億啲董事，我起一隻鹽樓，就講嘅一啲嘅錢啊，1000萬、2000萬，撥桃園縣來做一點調查，做點整修都輕有用。就想拜託個政府來想一下，到底乜嘅係客家文化嘅精神？客家老屋就係客家文化嘅精神。好，感謝電辦哈。我想要真講了委員哈，佢係你觀音來嘅啦哈。佢大莊頭嘅五味村啊，五味村哈，做乜五味村？因為五味村哈90%以上都想撩屋的五味頭嘛哈，所以像觀音都太人的隔壁，航空上開發壓力也很大啊。而且我想講下，到觀音五味村，你撩屋，要不係面臨相同嘅開發嘅壓力，一到落屋嘅，一到主公產，有可能買台起屋嘅壓力，到按壓力嘅時間，唔係撩屋嘅子孫，你有冇可能按壓力呢？到東堂差唔多要90年嘅，可能係按講嘅位置，當然我哋留下來。當然留下來。所以留下來，家下講嘅，咱政府已經把它指定為這個暫定古蹟的。半年的時間，半年10年，最長1年就會被來聽到的。我咩聊他個報告，提着點，我想家講建商買走了，我聊了建商拜託啊，人唔會嘛，佢唔會損失，你唔會講損失。佢嘅容積做得拿到配套位所去做，拿到解放去，拿到較好嘅地段去，嘅容積移轉到咁呢，所以佢對佢來講唔會讓效，你係睇一點。第二點，坦白，你嘅客家委員會也好，讓政府也好，到喺有了快啲嘅時間，愛漲嘅時間，佢絕對會出錢。像我舉個例子，你新屋有個翻江主措，經過我嘅努力啊。然後你客家委員會去年漲起2836萬來嚟漲，所以呢點呢，我哋睇下報告，所以客家委員會絕對會重視，讓政府也會重視，你係第二點。第三點，加把勁是sao誒？指定為古蹟以後啊，還俾政府會補助錢來幫你維修，韓國呢，還俾你啊，唔是繳房屋稅，也唔是繳地價稅。所以按好有點，他們還像市長也好，你讓政府也好，絕對會把它列為古蹟以外，也會列為客家文化嘅觀光景點之一。所以按多嘅有點，像大家放心，我廖鎮長、我廖市長、我廖站長，大家都會上網來答辯，來留下來。委員既然講有到背後比較積極的聽數一下，希望委員加把勁啦，好，佢幫我們現場嘅鄉親，現場嘅鄉親，我可能其他數方面咧，好嚟給阿伯。感謝你阿伯講到呢一隻，我哋祠堂咧講到證書啊，我認為太不當。我雖然你啊，只有給呢一隻長屋做這個標誌，我雖然你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立法会上有人长、有乡长出席对虽然的，所以讲两只人来政府嘅财主啊，有200人家嘅土地啊，哦哟，本天然种树去啊。从我哋200人平喺度嚟樹去，我睇老仔講啊，人亡啊！人亡，感謝阿偉哈。祝各位台北成功。好，徐梦一，还有好这位。我想哈，你要让扮演保存哈，我咪希望啦哈，俺政府啊对得出面啦哈，对我从小是系读三合院长大，跟我们这些古厝哈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情感，尤其我们杨梅这边哈，老屋加栋斗啦哈，家下看到家送汤屋家的哈，全部系按地白度哈，让我时期地白度哈，当重要的文化哈，我想按拖让我哈，冇按样的文化哈，是才做唔得，所以呢哈。关心系你长屋提出佢本身嘅建议是错，要保护到来。系叫按人啊讲啦，我想啊读人政府哩，系讲几个就讲系政府对得那签落去好嘅价值，莫讲用公告限制哈，我想叫人讲咪就理哈，啊保存嘅文化嘅时间咪顾到佢嘅权益哈，咪动气嘛哈，你按样萝卜只哈对得留下落哈，不按打让妹哈，下礼拜哈，因系过来呢度看按打以前哈，按客家嘅祖先哈，伫呢度去嘅无哈，就按这样，尤其我家看到个木雕哈，食材哈，很令人家哈非常的惊艳哈，在这边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古厝对得保存下来哈，是吗？好，谢谢。那我想先请教黄老师，其实，在文资法第17条里面就有这种合理补偿这个部分哈。那您在实际这个抢救过程里面，有没有针对这个17条合理补偿，比如说地主可以来协议金额这部分，有一些实作经验或者是对法条的解释，跟乡亲说明一下好吗？民国86年，台中县潭子摘星山庄比这个还漂亮的一个建筑，然后最后县政府是用这个编列经费把它强制征收，变成县府财产。那强制征收的金额是怎么谈出来的？就是当时的现在的价值。那么现在征收的话是以市价征收，包括农地啊征收作为都市计划用地的话也是一样。那么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还有容积率移转部分有一项啊，如果所有权人他容积率移转了以后，他附近并没有土地，或者他没有能力再盖房子。那可以把这个古迹里面容积率移转的那个移出的部分啊，卖给建商，如果卖给1坪30万，也可能卖1坪50万也不一定。但是我们是希望所有权人在我们这个，咱说客家人哈，不买祖宗田哈，不卖祖宗田哈，不忘祖宗语哈，这种精神的话，应该是会被我们乡亲继续来发扬光大的啦。住在这里的这个金额的部分，因为乡亲关系是金额，这是金额部分是用市价，而且可以来协议的啦。对，好。那还有乡亲对这个发现好，了解阿爸。这个古迹呢，实在是太漂亮，这个有100年古迹还能够保存那么的完美，实在是不容易啊。如果拆掉的话是我们台湾人的损失，也是我们杨梅人的损失。这个再花多少钱真的盖不起来。我希望，如果说施工所有经费的话，能够编一点这个经费。施工所办不到，请县政府这个县议员能够编预算。再不然呢，请我们这个廖大立委到中央去争取这个预算，一定要把这个我们这个郑家古厝保存起来。要不保存的话，实在是。遗憾终身了，谢谢。好，您第一次进来好。睇下新闻上片看到，你吴秀才理想军理性上，佢也无可能开路来拆睇。因为你吴秀才理想军理性上的后头因子孙的现状吗？有没有理想景？了解系啊，里长系啊。吴秀才了解是讲对吴英这偶像叫上天差冲来了我记得头摆个都市计划个时节啦，黑暗黑啦，因为没有牛车路嘛，金华街啦，两下只有后来只有金华街，金华街可以通五营街后巷，通冇咁错啦，头摆都市计划去摸金华街呢，个好把冇谈过去，所以其实来叫上了
大摩接落啦吼。但是咧，当着争议啦，就等于做可以，就等于是讲讲爱个个劳工汤出个味咧啦吼。就是想讲系有法度保存，也系嘛个啦吼。搿是特别吴秀才诶吼，个贡汤啦。当然，个贡汤冇了安酱啦吼，了确实有酱啦吼。但是我又冇乜个意見啦吼。就講大家去參過去研討，係講規則，我又冇意見啦。係講我哋保留也做得啦吼。反正嗰條路了解有人嘅cái 奧向吼，cái 冇打通對讓咩吼cái 繁榮影響動態，因為吼你車輛前多，所以有因這奧向吼係拆下來對了交通嘅方便吼。好，市長，我想請教吼。了解cái吳秀才理想群的路無會開路嘛吼，開條路係根據10年前的都市計劃啦吼，你下認為是含擺邊度認為起的吼，所以30-40年前的都市計劃，咁聽的道理係認為是人擺嘅認為起的腳步，起碼咧檢討新開的路是有新開的，跟現在開的路可能你還冇需要有乜改變，你嘅看法有乜嘢？我講秀才路。每個秀才這個老家，吳秀才的老家，禮拜又變預算，我哋開吳雲街二巷，好，落去嘅路角會切到。我今日特別有過看到底按樣辦嚟做，所以我老我嘅公務科長參詳，我哋條路有一個古蹟在，希望這個吳秀才的古蹟，你這個莫落去拆，莫拆嘅關係是講個路莫可以做得啦。順頭路修改比較大條點，佢當然非常嘅中意。你咩講？你做隻市長，為咗地方嘅發展，路會開就會開。但是呢，我們先進科技醫化的，我們要去做。回頭看一看，你睇把客家人留下來嘅文化，你又來留下來。莫講你做市長，真衝到哪裡都在衝到最後把古蹟也拆掉了，這絕對不是地方的福氣。還為了吳秀才的古蹟呢，我會把它留下來，希望我們市民大家都放心都放心，謝謝。我想請教委員啦哈，頭先你市長講到，其實頭擺30-40年前作為台灣這種地方，30-40年前是做好都市計劃的嘛哈，咁實際冇文化資產的概念，可能你條路開過去，都好厲害是。有文化資產身份的路無多到誒，有必要從安樣嘅時間嚟檢討所謂嘅30-40年前做嘅都市計劃，因為佢可能會影響到你下個文化資產嘅留存並保護嘛，哈，有可能嚟調整都市計劃嘅修正嘛，到你發現做到冇？哎嗱，哈，本來都市計劃本來是有委員會，咱政府有個都市計劃委員會。像碰到你安尼問題扣子啲委員會來討論，嘅路係咪來修改下安樣，所以你唔咩問題，你唔咩問題你睇一點。第二點呢，也講到司法，你像台北市嘅中山公園嘅咩有個規劃方案可以移開來，唔會破壞。現在技術也不錯，可以整個從地下開始移動，也有這樣的方式。所以最重要，大家也要了解講，以下嘅古蹟也好，也歷史建築也好，大家記得具有嘅歷史價值，最重要的一點。假使你拆到重新再起過，嘅歷史價值是冇嘅。所以大家講按度，睇一點，大家都希望要留下來，家睇住也希望留下來。但係睇住就講，留下來，係唔係講政府兩個買起來？我想提着，我想吳志陽ran總錢的問題，因為也唔係幾太緊，錢唔係幾多問題，你也唔係錢的問題，你也唔係錢的問題，你也提一點，第二點問題呢，你喺推表嘛，你喺推表你倉務嘅後退嘅精神的問題，假使你這個留下來，子子孫孫都會去懷念，所以你係咪要欠你要倉務嘅？我啲倉務嘅，真多真有錢的做人呢。然後一個學生嘅上倉有咩倉務嘅，到時候我咩都在喺邊度聽出錢的話。因為你哋本身政府真屬於，本政府哪一本來係要
照亮留下来，但那个精神完全无空中。无论如何，绝对要留下来，爱做对无？好，绝对要留下来。好。你委员讲，了件事情钱唔系问题哈。其实用的是一条很多泰姆路啦哈，也除了你昌木嘅昌泰姆宫哈，因为都可以看认为啦，亲有功绩哈，亲有嗰种嘅亲伟泰，故说有一条路泰姆路嚟纪念记。该武秀才呢而李祥军，佢头摆到练武嘅地方，然后到武壤街、武营街哈，然后嚟纪念那种嘅武秀才。所以你看到路面上面是表示讲李武并昌武都认为天气嘅开垦係真有特色、真有历史、真有功绩咧。然後係唔係武秀才武再保留下來，然後你永明地再保留下來咧。我想你先看一下，廣告以後繼續嚟討論以下文字法，還有哪條缺陷嘅地方冇補起來嘅話，可能我留條路留下來，咁危險係你順踩嘅哦。看一下，馬上繼續進入現場嚟討論。今日來到你認為雖然你嘅昌武討總統嘅用面啲嘅討論哈，台灣現代老建築係個老歷史嘅老屋老貨房屋哈，面臨相同問題是講面對土地開發壓力，然後留存下來文化資產身份嘅保留兩方面嘅衝突哈。你睇看到是講，其實文資法從民國94年實施到了，還有10年嘅時間咧哈。但是你看到係青島嘅老建築，佢可能都公告一講10年期間咧是本人破壞體系嘅哈，那就例子哦，全台灣都有，那就例子係咪要顯現出嚟講？以下嘅文資法有一個揭露嘅地方，一講民眾對文化資產形態有需要嚟改善嘅地方，看下呢條例子喺哪度哈。好，再嚟看到係台中態度嘅地區嘅仁德堂哈，佢列咗簽訂古蹟以後呢，冇多一禮拜，馬上本佢哋嘅子孫哦，像歸屬於別槍槍嘅哈。所以土地開發利益係非常非常大嘅，留存下來嘅話，可能係影響到家人員嚇，佢更加拆體嘅。韓國可能係苗栗後用高鐵鐵起嘅四方窯嚇，呢本縣政府去拆體嘅嚇，那在件事情嘅背後本嗰種剛才也嚟糾正嚇，講苗栗縣政府你把四方窯給拆掉，事實上有違文資法，很多地方是有所疏失的。最後呢，苗栗縣政府本監察院糾正以後呢，就移地保存，但是讓演出西方窯啊，3公差演從變到5公差天天咧哈，所以是變成山寨版的一個這個四方窯了哈。啊，去到公館呢陶瓷博物館區裡面，也沒有人知道它被遷到那邊去了哈，所以這個當地居民覺得說，這個移地保存是打一個問號的。但是呢，拆退了就代表苗栗陶瓷產業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陶瓷名家蔡川竹先生所建造的四方窯之後呢，卻要在特區裡面蓋一個中國福建的土樓，來表現客家文化啊，來都是這個社會上引起很大討論。再來看到是另外一個算是半成功的例子，也是移地保存，是
台北市大安区的林安太古厝。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67年的时候，因为敦化南路要拓宽，它就移地保存到新生公园里面去。前几年台北市办花博的时候，也是一个展览馆之一了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老师，您怎么样看这样子一个法律身份的给予，对于一个老房子究竟是好还是坏？法律本来是对文化资产、老房子、老货房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这样的法律在30几年前开始订购的时候、定制的时候，都是专家学者在桌面上谈，他们都是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钱人，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但是没有去考虑到所有权人，尤其是私人的所有权，那派下子孙很多，那个手伸出来有长有短，有的人经济比较好，有的人经济比较差，而有的人住在这里有感情，有的人没有住在这里没感情，这种很多因素，所以我认为文化资产是有很多在修订的必要。在这请我们武威堂廖先生廖立伟，实施10年后有检讨修正的必要。虽然也陆续做小修正，可是在921地震之后也做了一个大修正，可是还不足。比如说这个当然讲说破坏古迹者虽然暂定古迹。视同古迹，破坏古迹会有罚则，我们认为罚则还是太轻太少。对，在文资法第94条，94条那个罚则是罚20到100万。100万。我这栋我起了，我当赚几啊千万，赚几2万，我好你了100万那要紧算成本。第二个，那个有一项就是说，文资法里面没有把暂定古迹，还有历史建筑。像这样的，或者是文化景观的定着的一些空间，它只有指破坏古迹的，没有包括暂定古迹、历史建筑那个文化景观的，这些都应该要全部列入有破坏的都有刑责这第一点。第二点，应该要再加强的是，没有被指定为古迹，但登录为历史建筑，就得你看了第2级的。历史建筑或聚落，或者是一些文化景观，也应该要作为相关的容积率移转的奖励办法，就是在法令的部分，尽量多给各种文化资产的身份，可以给他一些奖励。第3个，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保存这个文化资产或者古迹的一颗心一粒心有没有那个心？这个心当中。透过我们像姚老师这样，还有张老师在地的这个耕耘，文化教育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定要的。可是自从9年一贯教育以后，把以前的那个乡土文化教育的那个旧的教材融入到各课程，融入就不见了。所以我建议廖立伟是不是在教育部的时候，在这个文化教育这种委员会，还是要加强课程里面。文化资产教育要扎根。谢谢老师。那我想请教一下姚老师，就是说，其实桃园县这几年因为要升格为直辖市，其实它整个开发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您在桃园做这么多的乡土文化文史调查工作，您看到土地开发压力跟这些老建筑、老房子、老建筑、老聚落群的保存之间，他们面临到冲突到底有多大？有解还是无解？解方在哪里？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条。开宗明义讲的是什么呢？为保存及活用文化资产才立的法。对，它有2个目的，一个保存，不是拆除不是变卖开宗明义，文资法，大家讲文资法就忘记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那现在怎么保存呢？世界各国都一样，要奖励。不要惩罚这些老房子的人，动弹不得。你的房子很漂亮你卖掉是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杨梅。可是住在里面，这个采光也不好，通风也不好。对装个冷气都会被人家骂。装个冷气都不行，对。对那不是要惩罚他，是要辅导他。他不懂，他不知道他的宝贝，对不对？那建商，我认为无可厚非。建商就是将本求利嘛，他想投资一笔钱做一个市容的改造是合法的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踩到地雷了，那么好的房子他也不晓得
我想在座的乡亲很多，包括杨门的在座乡亲，今天所以才第一次来道东堂，才看到叹为观止的道东堂，对不对？我们不要责备那些人，我们讲到重点就是怎么样保存，保存依法行政。刚才廖委员讲古迹容积率移转，文化资产保存也有啊，文化资产保存35条有容积率移转，但是我要拜托这些立法委员，文化资产保存法是对于有都市计划的。像这个道东堂不在都市计划范围以内，怎么有办法做容积率移转呢？我想修法就要修非都市计划区或区域计划区的这些文化资产，怎么样来适用容积率移转？这个问题这些屋主就有糖可以吃了，那饼看得到、吃得到。对于非都市计划区，像是道东堂这种各县市很多的老房子都在很偏远的地方，才会保存住。他们不是在都市计划区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修法？不是文化部的问题，还有内政部、文化部牵涉到都市计划的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问题我们也奖励老房子人配合文资法来保存下去。如果说这个老房子呢，它是可以把它设定为这个古迹保存区，所以它就变成公共设施保留地。那这一个老房子被保留下来之后，它的容积就可以移出到这个建筑用地。建筑用地都有所谓的基准的容积率那这移出容积就可以加进来这样子，所以变成说这是一个容积移转的奖励。就是说原本也许这块基地只能盖800坪的房子，因为这样子一个奖励容积移出，它也许就可以改到1000坪或是1200坪，然后当然这个建案的这个销售金额就增加了。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有3读通过，就是说都市计划区的容积移转可以代金折缴。我们的记者有去问过桃园县这个城乡局的吴启明吴局长说，其实在桃园县还没有这种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的容积移转，因为建商宁愿去代金折缴，他也不要去处理一个古迹、处理一个历史建筑，因为共同持分的问题真是太困难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我们道东堂他要来这个容积移转试算的话，它可以移转出多少？这是一个试算概算不是真正确定的了但是说大概有600坪的建物的面积的话，如果是3000多坪的土地的话，它大概可以盖600多坪的建物面积，也就是说它有20%的容积使用率。如果说道东堂这个土地的容积率是200%的话，就变成说它有180%是可以移出的这是一个大概的概算，就是等于说建商如果是买下我们道东堂，它有使用容积移转的话，它可以增加180%左右的容积率。我想请教一下点婉是讲，其实在台湾有没有成功的在都市计划区内，我们先讲都市计划区内的容积移转成功的案例？然后迪化街嘅鬼牌嘅，差唔多有44件嘅落屋嘅，係全部建商買下來，佢便宜主本的票本的文化工作室來使用，佢其他嘅移轉就移轉到佢其他嘅地方有去查一下建案區，最多移到內湖。所以內湖咧嚇，佢講佢嘅開發商佢一件本來啲內湖做得起10層樓嘅屋嘅，佢因為佢翻修嘅迪化街嘅屋嘅，佢買下來嘅，佢獎勵嘅佢冇做按個，佢標落呢個內湖來再起大樓。那我就第7月27，姚老師帶看呢個道東堂嘅日。過兩年嘅報紙有登一個大新聞，大家去報紙查一下，就係玉龍公司做茶嘅玉龍公司33億買下板橋嘅廉價花園，佢買下來嘅容積率移轉，佢轉落新店去起大樓，去開 shopping mall， 去總共本大家談一下，佢總共獲益幾多億？唔係3億唔係4億唔係10億獲益率400億，差唔多33億得到400億，佢漲發33億，佢得到400億的，佢聰明呢。你來看城牆區，桃園嘅城牆區，拜託一下，局長
还有严重太热。看一下台北都有暗河的例耶，台中没有，台中也有很多稀奇的，也是这个案例。台中的农保建设、乡邻建设，最完美的一个东西嘛，桃园也做的鼓励，的建商、开发商做你安样的容积率预展，唔系同佢讲，佢做唔到啦，你建商唔会做啦，你要讲麻烦，因为旧账业唔系安样的事情。刚才有三个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其实容积移转有可能成功嘿。我来讲下第一点，甲讲的。餐厅古迹就不能拆下去，个刑法我哋听下严的话，我觉得俩错，绝对莫让了这投机取巧的人啊，在我们暂定古迹的时候呢，之前就把它拆掉。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我先补充一下哈，其实文资法第94条是有说，这毁坏古迹毁损是可以罚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太轻了嘛，20到100万元左右，20万100万罚金，要给刑责把它提高。嘿呀，你看依照按照春假日放啊100万，该算轻手的成本啊。你也提一点我讲的我要来做我来修改这个办法，你也提一点。听伊甲姚教授讲的，都市计划内去做的容积移转，都市计划外去做唔得移转。用咩按用嘅？伊也都讲，都市计划地尾度，佢有建蔽力，有容积力；都市计划外，佢冇建蔽力，冇容积力，所以佢冇办法去算佢嘅容积的移转。你有点困难，但呢也可以解决，就参考林地的。都市计划，一样可以去参考。你要提这点，我们可以来修改这个法律。听一点，刚刚讲的，为什么你投篮山跟容积移转按设？因为投篮山了台北市某空中，投篮山的容积移转，它只能做我们这个乡镇里面移转，它不能移到像我的杨梅的容积，我要跑到桃园市去容积移转，不可以。所以因此会有这个困难。桃园县单行法规吗？对对，文资法是共做的同一个。对，所以你要去检讨啊！刚讲，我们要请桃园政府，桃园政府观念要去改变，改变就是讲，你俩古迹啊，我们把它保护起来，我们尽量把它保起来，让梯主啊有很高的意愿，让建商有很高的意愿来把它买起来，政府不用出钱。了委员讲到讲个。棒子把那个棒子跟胡萝卜吧古内还变他太极的位然后还洗胆管，他们还变太麻鸡变成个东两种按太极的大胡萝卜呢条摆一本一条，你还一本鬼太拖的所以对于愿意做用人事情的减少并提出有较大的奖励啦但是对于破坏人呢刑期啦罚金嘛会增加我想现在开放本现场的乡亲现场的乡亲你对你个从无论系有收出的物啦，也讲你土东通的用面地保留的留存下来，还嘛想法并意见的还说对于我们这个文化资产或历史建筑要留存维护，还有意见的乡亲，请举手发言好吗？这位。我认为咧古迹是我10年里的共用啊，用乜嘢啊？我10年里有上人物动手咧，不但10年里让每头人甚至台湾咪动手就上了美轮美奂的有100年的有100年的古厝啊！我希望讲，应该政府该研究这人去做得到该那参政人。客家委员会做得那很多钱都个善当，你看用玻璃老铁去让客家文物馆、客家大院啦。那乡村的安葬的为数我希望讲政府有心意记得长福的子孙，那长台母还我哋长玉面的子孙，有个子孙，大家希望讲你古迹留下来，但是也让讲希望政府拿出拿出一个经费。来帮助了队伍也是客家精神，也是我10年里的精神多了位，希望大家好。刚才那个立长，还有那个乡亲，这位大哥我是想讲李立长啦跳下讲个胡秀才，我哋这个后台当希望留下来啦因为个是了下
啊。香港嘅建出係頭擺通散國台灣嘅對，嘿，所以佢學佢嘅子孫千言語而留下來，喺佢嘅經濟上佢也做得，所以佢也唔會計較嗰度，所以佢就下落去留起來，他一定會好好的保存啦，吼。啊，佢咪係感覺到家己祖先，吼就愛用佢嚟威風，吼就用佢嚟改良師用佢做隻胡椒菜，吼也覺得挺光榮啊。喺佢建立起來，所以佢唔敢落去破壞啦，冇咁錯啦，吼。係聽下佢講嘅，跳擺嘅都市計劃，導了下來，當然社會嘅進步，吼改良師法要到。就算是做得修改啦，吼，做得修改，迄就算吼，那個污染嘅銀行係開到了大摩街哦，個經濟利益是冇成過啦，吼，因為哦，那很多啦，吼，嘿，吼，以上到推理個胡小水個報告下，吼，佢非常嘅嚴厲留下來。好，那我想我們現在要請台上來賓做一個回應跟結論了哈。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黃老師，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看到說這個容積率移轉，但是我們也看到說很多的建商或財團最後也是用容積移轉來大賺其錢，他其實是把他的成本外部化了，因為後續的維修才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哈。等於說，那你怎麼樣看待？就是說，容積移轉這件事情，它真的是良方嗎？還是它其實是兩面刃？我們應該好好的來操作它，才真的能夠雙贏。沒有錯，雖然文資法裡面有規範了容積移轉的這個條件跟一個資格，但是在商言商啊，他們就利用這個容積移轉的優厚的這個部分啊。投入成本，然後在外部賺錢，所以我們更應該的是要來，一起來協商，或者說研究怎麼樣子讓容積移轉是能夠恩澤於這個好處，這個好的政策是對所有權人直接有幫助的部分，不只是對購買的建商或財團而已。那麼在這個部分裡面來講的話，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還回到一個我覺得更進步的一個想法。這個進步的想法在英國已經實施很久了，叫做公民信託。我們在台灣叫國民信託。這一部分就是說，透過政府各級政府，我們設置一個假設那個名字叫做古蹟緊急搶救的一個國民信託基金啊，或者說古蹟維護，應該更廣泛叫文化資產維護國民信託基金，像這樣的一個名詞，政府每一年編列預算到這個基金裡面去，那當然是政府在管理，可是這個管理部分不等於是公部門，還加入了地方有投資獎勵樂捐進來的這些市民們，把這些公有的編列的預算跟一般老百姓捐款，包括廠商捐款到這個基金來裡面以後，可以做緊急處理。好，信託基金應該點完了。除咗信託基金以外，還有冇其他辦法？也講其實因為信託的方式係個好嘅方式，都推翻這塊事嚟做。我本來嗰時同東道嘅教書嘅東道教書嚇，就有建議講，係唔係台灣先來推呢個歷史建物的公共信託，像英國咁樣？那我其實係其他隻朋友有講，係唔係像你立法委員是你財政專家嚇，係唔係你來3幫2來推廣？你啲內政部嗰時都有推社會福利的彩券。好，然後體育部佢有推這個運動彩券，你文化部你來推一個歷史建物的彩券，文化資產的彩券100K，你就做得刮刮樂，你就捐小額捐款的目的嘛，唔係只有全部本政府來做嘛。那然後你嗰時嘅同製作單位啲聊嘅時間，要有談到，係唔係我們在台灣的稅務法裡面也鼓勵有歷史建物的公債，好按樣嘅來。賣出來，然後給一些社會公民嘅企業，佢來認養，佢來買，然後佢來存你嘅錢，佢咪做得就唔係只有容積率轉移呢個目的來做。你可能你立法委員要麻煩一下，你客家嘅廖委員嗬，係咪立法委員、立法院有按樣嘅聲音嗬？來向下來推呢個歷史建物公共信託，家老師講嘅嗬，然後歷史建物嘅公共彩券歷史按樣，係唔係來做得也係一條路。好，各位有辦法冇？你咪家方式好啊唔好？我家姐想，家佢講，
用彩券来发一张文化彩券，你也可能还有困难。我想还没用附加税的方式，附加税用附加税的方式，唔该按照附加税，就像你也个土地增值税也数很多钱，对不对？那土地增值税一定哪的？从土地的开发来的嘛，从这边来附加税，是不是会比较快？好，该市长，我哋市公所做了调查该我哋记者嘅采访时间，只有安泰顿啊动到了但是呢，今日动到你虽然你会向是提日摆行动用面的，表示讲虽然你市公所对啦宋土木也好，来讲吴秀才嘅理想军罗木也好，来用面的也好，当重视，但是你让每是市民啊，地多人啦，还没动到市公所还得多加努力，你也看法杨万兴。好，因为郑大谋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子孙。义民公，许多了件物，今日讲地下有天上有知啊，给他本届子孙埋得起啊，我相信起码在天上也不得安宁。韩国呢，你子孙大了位，头摆大了位，对了件物提防就感情，你下呢各闪四动啊，记得兄弟办强强，又办推背又办拉位办的，留下谅解就了大下来人呢，千万拜托莫人来拆得机会将因当干苦，咁买。办这样嘢呢，佢生活除了为离开了为，对了件屋，对个兄弟，对个土地，对个阿爸阿妹，已经冇感情，所以他愿意卖掉嘛。佢对外发展，佢冇赚那里嘛，不愿意看到这个愿景，所以他想拜托台积电，无论如何，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拜托那个政府呢，来停留下来，也就本你让我们呢能够做一个历史的建物或者是古迹，这样才是一个办法。谢梦台积电，谢谢。好，谢梦台积电。好，那姚老师最后，您爱乡爱土了对于台湾很多的老建筑或历史建筑都面临相同的开发的压力跟困境，您长期投入这样一个工作，您最后一点呼吁。我们希望格局放大一点，因为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3条，古迹可以扩大为一个保存区。就以道东堂为轴心，把附近的竹林，甚至原来前面的池塘、后面的画胎，整个复原起来，做一个历史的古迹保存区，范围更大然后呢，对地方有什么好处啊？地方多一个社区公园，但这公园是像林安泰那种民俗文物馆，我们农业时代。一些农具啊，生活用具啊，对不对？占地方在家里经常当垃圾清掉，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可能施工所也找不到一个空间可以容纳这些农村时代的文物、生活器具。我们这个空间如果变成政府的产权的话，政府还可以做一个文物陈列馆来教育下一代。我们拿这个做一个轴心，我相信如果我们把3000多坪都拿来做的话，我们的精彩程度绝对超过苗栗的客家大院，因为那个是一个假的，是一个新的，这个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更有说服力的。好，谢谢。好，谢谢。我想陶研院马上升级做第60个出发师陶研师。你讲到一只都市的美态，係有其嘅文化嘅塵土，韓國嘅歷史嘅塵土，文化多年嘅港土。陶研院所變咗陶研師嘅，佢有辦法變做一偉大嘅都市嘛。我想今日出面太平嘅鋼槍嘅書款，送大家支持，謝謝。